婚姻喺70年代會被視為人生嘅重要里程碑，係建立家庭、傳宗接代嘅基礎。愛情往往同婚姻緊密連結，戀愛關係多數都會以結婚為目標。我鼓起咗勇氣約咗我心儀嘅男仔出嚟，但係諗都冇諗過我會咁大頭蝦去錯地方。收到佢俾我嘅信息之後，我諗都冇諗，好想同佢講，希望佢可以等埋我，因為我真係好想見到佢。嗰日我等緊一個我一直等咗好耐嘅人，算啦，你唔好再等啦。就係呢一個電話結束咗呢20年嘅關係。收線嗰一刻，我仲諗緊自己係啱定係錯，但係諗都冇諗過喺呢段時間竟然會有一個人走過嚟。嗰陣我仲以為佢唔等我，去到嗰度其實好擔心，好驚。佢會因為見到我一個人唔開心，買雪糕俾我，仲會一路聽我訴苦，一路攞住支雪糕，就算支雪糕用晒都唔放手。雖然支雪糕已經用咗半支，但係我仍然覺得呢支雪糕係最甜最好味。對於我嚟講，仲係雪中送炭添。當我好擔心嘅時候，我最希望見到嘅人喺我後邊出現。嗰陣嘅我放低咗心頭大石，好多謝佢，無論幾耐都會喺度等我。我諗愛情就係由兩個唔同嘅人成為一個個體。我需要停低嘅時候，佢會停低等我；佢需要停低嘅時候，我亦都會無條件陪佢。無論係而家或者將來，都一定會係。老公啊，嚟緊富豪雪糕嗰度有個 pop up store，你會唔會陪我去啊？梗係會啦。